Hello，大家好，同大家介紹身上面呢一套新衫，非常之春天嘅感覺。首先咧係上面一個 creamy color 嘅 top，咁咧你會見到佢有兩層，有一層好似打底咁，上面嗰層咧係非常之薄嘅紗，你會見到咧佢會透到下面嘅層 layer 出嚟嘅。咁但係咧遠望嘅時候，你就會見到好似有個層次感，非常之靚，長度亦都好好啦，遮晒 pat pat 同埋肚腩仔㗎啦，非常之推介。好，介紹埋下身呢一條咧，終於翻咗貨，好多人訂嘅一個 silky dress。你會見到咧，佢係 A 字型嘅版型，唔係 pencil skirt 嘅。但係咧，你見到個 silky 質地咧，比起其他嘅牌子咧，你會見到佢做得厚身少少，所以咧冇咁容易透，全橡筋腰㗎啦都係。咁你會見到個飄逸感好好啦，同埋咧遠睇咧，你都見到佢嗰個領嘅質感係非常之靚嘅，非常之推介。上身件 top 咧，除咗身上面 creamy color 咧，仲有個黑色非常之百搭，亦都好高級感好好嘅。伸隻手入去俾大家睇下啦，其實咧將佢着咗上身之後咧，都係見到好似有個 layering 嘅感覺嘅，非常之易襯易着，而且你睇到個版型咧非常之寬鬆嘅。咁下身咧都有另外一個 colour 可以襯翻嘅，就係一個 navy colour。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高級啦，而且咧唔使成日都淨係揀黑色嘅一個推介俾大家咯。黑色襯 navy 非常之翻得工嘅，推介。